主内所敬听的蔡牧师以及咱双连教会所有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今年咱的教会节期，这个主显节后的第7个主日，会当甲咱三甲做伙敬拜上帝，也通过上帝的话来时时刻刻提醒咱，怎样去确信咱成做上帝的儿女，咱有得到生命的福气。更较重要，这个生命的福气，毋是单单要互咱家己去享受，这个生命的福气要通过咱的生命。通过咱逐日的生活，常常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愿望。特别当今仔日咱要纪念伫大台北地区的大专事工，大专事工所要造就的每一位伫校园中间，无论老师、无论学生，拢是搁一遍要确信，通过基督信仰，咱有深深甲基督结连即款的生命的福气。这个生命的福气也要通过咱的一生，时时刻刻成做别人的祝福的生命的福气。请咱搁一遍三个同心来感谢。创造宇宙万物，也特别通过你家己的形象，赏赐阮有上帝你疼惜的生命。感谢你，因为你互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伫一生，会当时时刻刻经验你无尽的恩典、疼痛甲祝福。无论真侪时阵，阮经验艰难、困苦、目屎，总是阮确信，当你甲阮相结连的时阵，这个生命的福气，时时刻刻成做阮一生的帮助甲祝福。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咱台北市有一间真特别的教会。这间教会伫2010年的2月28日的下晡2点28分成立的。咱有人知影这间教会无？啊？叫做台湾公益行动教会。今仔日下晡，因要庆祝成立15周年。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甲咱所有教会上大无共是啥？因无礼拜堂。因无看会到的礼拜堂，因无看会到的座位，因搁较无看会到的管风琴甲钢琴。这间教会是街头教会，通常是你无看到这间教会伫遐。每一个礼拜日下晡2点28分之前，因就将大家要坐椅啊，要用的电子琴，因去伫咧排伫迄个墙栏下面。然后礼拜煞以后，就将这个收起来，后礼拜日下晡搁摕来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特别经伫2010年15年前的2月28日的下晡2点28分，咱一定知影，甲28事件有关系。总是这个关系是搁一遍咧提醒。伫人民的艰苦目屎的中间，有上帝成做咱的帮助甲引带。各位亲爱的兄弟，台湾公益行动教会成立后的一年，过当年的2月28日，伫台中的台中公园，咱台中中会嘛成立一间台中的公益行动教会，伊嘛同款。每礼拜日下晡2点28分做礼拜，因嘛是同款，无看会到的礼拜堂，但是因甲咱同款是一间教会，因为伫迄个中间有耶稣基督的疼，成做因每一位信徒重要的应允甲祝福。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台湾基督教教会目前有1270间的教会，有26万的信徒。其中有包括这2间无礼拜堂的公益行动教会，除了这2间真特别的无礼拜堂的教会以外，阁有2间真特别的教会，叫做无礼拜时无声的，注意礼拜无声的教会，各位知影无？这什么教会？啊？叫做手语教会。手语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是无声的啦。用啥？用因的手语来表达。台北中会有一间博爱
秋雨教会，因每礼拜日下晡会早起，甲下晡，因照咱总会事务所地下1楼，就是咱即卖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所在，伫遐咧做礼拜。然后伫咱的高雄嘛有另外一间秋雨教会，这两间秋雨教会咧做礼拜的时阵，各位亲爱兄弟，恁一定袂习惯，因为安那无声。无亲像咱有献歌队的学老，无亲像咱有赞迄个敬拜学老，无亲像有钢琴、有管风琴的声，无是无声的礼拜。各位亲爱兄弟，总是因甲人共款，伫因的心灵、伫因的身体、伫因甲上帝的关系中间，因甲人共款，每一个礼拜日拢刻目去到伫遐。你经验上帝甲伊同在的即款的体会，因为亲爱兄弟姊妹，早起咱所读的诗篇84篇，是伫旧约中间真特别的一个诗篇。诗人伫遐咧表达，伊怎样心情刻目，要去到伫锡安去朝见上帝，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遐甲上帝见面，会当伫遐有心灵。彼此连结的机会，通过这个诗篇内面有3节，第4节、第5节、甲第12节3遍，咧讲起着什么款的人是有福气的人。早起咱就通过这3节，咱做伙来学习生命的福气。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头一项诗篇84篇，通过第1节甲第4节，要甲咱告别的是啥？讲生命甲上帝同在的喜乐，咱的生命每一遍亲近上帝的时阵，咱的生命甲上帝同在的喜乐。诗篇84篇第1节甲第2节，诗人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伫遐告别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伫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恋慕上主的城，到要分去。我的心情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双连教会周报第1面，伫你的正边遐就写诗篇84篇第1节，有无？伫遐写讲啥？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徛基的所在，遐尼可爱。其实迄是旧的翻译，我拄啊读的新的翻译是啊，更较清楚伫遐咧表达讲啥？讲。上帝，你所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意爱，我足意爱，意爱到什么？讲甚至要分去啦！亲爱兄弟姊妹，你的分去是什么经验？大部分是男女咧恋爱的时阵，用要分去，逐工啊用要分去。若无看到，心内就开始干烦恼，爱开始思念。迄个要分去的心情，诗人直接咧表达，望今仔日。当伊要来到上帝殿院的时阵，伊是带着这款的非常刻薄的心，望来到这个所在，伊会当经验甲上帝同在的喜乐。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人直接要告别真清楚，伫上帝的殿院是充满上帝关荣、阳光疼痛的所在，所以伊就带着真侪期待、欢喜、刻薄，要来到这个所在。来感恩，来经验上帝甲伊同在，通过伊的话来激励咱，互咱更较有信心，更较有气力来面对逐日的生活。所以诗篇84篇，诗人一遍搁一遍的望期待，来到你上帝的殿院，来才要见证伊甲上帝同在的喜乐甲平安。第3节甚至有伫遐讲到赤鸟啊，甲鹰啊。嘛会当伫上帝殿院找着伊的手。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篇84篇第4节，诗人伫遐告别讲徛起伫你的殿的埕的人，真正有福气，因要称赞你无煞。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早起落大雨，天气阁冷，当你要来到双连教会要参加主日礼拜的时阵。你敢是亲像诗人同款，心内刻无望要去到伫双连教会来参加主日礼拜，因为伫遮毋若看到
敬定的做一牧师团的每一个牧者，咱的做兄弟中职搁较重要。遮你要经验上帝甲你同在的喜乐。各位亲爱兄弟，无论咱双联教会，无论我拄仔咧讲的2间无礼拜堂的公益行动教会，佮2间做礼拜无声的教会，拢同款。耶稣基督的身躯伫因的中间，是活活伫遐咧做见证。互咱每一遍来参与礼拜的时阵，也是甚至是你家己的灵修祈祷，拢同款。伫迄个过程的内底，咱拢咧学习、咧见证每一遍亲近上帝，咱的性命甲上帝同在的喜乐。第二，诗人伫遮诗篇84篇对第5节到第9节，特别搁较进一步，因为伫遐见证的是啥？伊说要分享的性命的福气，是咧讲起着信心溃力拿加天的见证。信心溃力拿加天的见证。诗篇84篇的第5节到第7节，诗人安尼告别讲对你得到溃力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像锡安山雕成，因经过打扫的山谷，要变做庄园。秋雨降落，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雕见上帝。各位亲爱兄弟，诗人伫遐咧告别的第2项福气咧讲啥？讲对你得到溃力的人真有福气啦。虽然为着要去雕见上帝，迄个过程要经过非常打扫的沙漠甲旷野地，甚至迄个别加古伊的希伯来文甲流目屎的发音真共款。作为版本就讲，伊是经过流目屎的山谷，总是无论是流目屎，无论是艰苦打扫，伫信靠上帝的时阵，上帝将沙漠甲旷旱的地变作水泉的所在。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人伫遐咧告别，伫人生甲性命常常伫失控困境的内底，有侪艰难、目屎甲困苦，总是上帝是咱所信靠的帮助甲应允。所以，当咱哪信靠伊，咱的信心溃力就哪加天，咱的性命也要成做上帝国的见证。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人伫遮咧讲，当我来亲近上帝的时阵，因为我的性命甲上帝结连得到溃力，所以我哪向前，哪有信心，哪有溃力来面对人生头前的挑战甲困境。2009年，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新出版的圣诗的619首，这首歌讲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这首诗歌，这首圣诗是南非黑人的祖鲁族的圣诗。但这条圣诗真特别，因为咧见证的是啥？伫南非种族隔离的实况的内底，受压迫的黑人的基督徒，因怎样伫上帝引带的中间，因信心溃力拿加天的勇敢向前。这条歌的英文叫做 "We are marching in the light of God"， 伫上帝的光引带的中间，永远勇敢向前。各位亲爱兄弟，南非当种族隔离的时阵，白人政府安那咧歹款着黑人的基督徒。伫迄个过程的中间，种族隔离带来的艰难困苦，总是这黑人的基督徒通过这条歌咧见证。虽然是安尼，虽然是侪目屎困境，总是因为阮甲上帝结连，通过伊引带阮，互阮伫光引带的中间来勇敢向前行。35年前，1990年的9月，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的 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5年一遍的大会，伫这个法国的巴黎举行。迄年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湾事工委员会真重要，因为咱正式通过亚太地区的这个大专的这个委员会，
伫遐提出讲，望台湾，特别是台湾基督长的大专事工委员会，用台湾 SCM 的名，要申请将这正式的会员。困难是啥？困难是中国真早就已经是会员，叫做 China SCM。但是中国伫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对迄以后，因就毋捌有学生、老师去参加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无论是亚洲太平洋地区，还是全世界的活动。颠倒是咱台湾基督长教会大专事工。伫亚太地区，真侪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这学生基督徒邀请下面，咱常常受邀请参加，所以咱安尼将做赞助会员。所以伫1990年，咱正式提出望会当成做正式的会员。迄年1990年，我拄是台北大专的工作者，兼任咱总会大专的事工主任，所以迄边。我有申请做大会工作人员，叫 steward， 是伫遐做工作人员。但是咱大专有派即个张丽淑长老去到伫迄个大会中间，伫感谢上帝，伫迄边大会中间通过投票正式接纳咱台湾的大专事工委员会台湾 SCM 正式成做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的会员。当时我要分享的是，伫迄边。大会开会礼拜，伫法国巴黎一间真大间的礼拜堂中间举行开会礼拜，要结束的时阵，大家吟619首这条圣诗 ：We are marching in the light of God。因为要共同支持关心伫非洲受压迫的这黑人的基督徒，迄边哪吟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彩带。迄个彩带内面分作5色，因为代表5大洲。每一洲的遮的代表各国的学生，甲代表就拿因的色的彩带，分5队。伫礼拜堂内面吟，佮继续怎行出来伫礼拜堂的外口。伫礼拜堂开始怎行对遮的街路，那吟 We are marching in the light of God， 那摇遮诗带，来表达对非洲因。面对信仰压迫困境的内底，怎样伫上帝引带中间，咱勇敢向前。各位亲爱的兄弟，这款的见证，就是搁一遍的证明，搁一遍的见证讲，当咱伫咱的实况的内面，当咱信靠上帝，信心开来拢拿给天。所以，伫1990年的这个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的大会中间，伫遐通过开会礼拜的这个诗歌、见证甲行动，来表达咱对于受苦的南非的黑人基督徒的支持。甚至是5年后，1995年，当世界学生基督徒联盟的大会伫非洲的这个伊叫做科迪瓦。因为是原来是法国殖民的所在，后来独立，咱英文叫做 Ivory Coast， 中文叫做象牙海岸。5年后，无庆祝这个学生基督徒联盟成立100周年，无用因100年前1895年成立的时阵伫瑞典北欧成立，但是100年的庆典是去到伫非洲象牙海岸的一个都市的这个大学。伫遐来举行，迄年咱台湾大专有3个代表去参加。迄个时阵我拄好是总会大专甲青年干事，所以我是代表台湾 SCM 去。然后有一个学生代表，迄个学生代表就是咱即马现任上联教会主任牧师的牧师娘玉民牧师娘。迄个时阵，伊伫台南家专的学生，迄阵伊嘛是蔡正道牧师的女朋友。伊就是迄个时阵代表台湾的学生，甲阮做伙去到伫即个象牙海岸。第3个代表就是齐信德牧师，因为伊长期关心亚太地区的大专工作，所以亚太地区请伊做代表做伙去。阮3个人第一遍去到非洲，第一遍去到象牙海岸，咱毋捌听过的国家，总是伫迄个中间所咧经验的是。
通过普世大专事工的即款的合一的运动内面，咧讲起着咱怎样通过信仰去关心遐个受压迫的性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个见证拢咧讲起着基督信仰，因为性命的福气，互咱信心开咱哪家天。在哪家天，互咱咧面对的实况的内面，咱犹原勇敢向前，因为上帝的光引带咱勇敢向前。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性命的福气，伫84篇最后第3项，诗人最后的结论要甲咱讲，更较重要是第3项，咱在敬虔谦卑，信靠上帝的平安。性命的福气，搁一遍要提醒咱。也是诗人最后的结论要讲啥？讲咱在敬虔谦卑信靠上帝，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诗篇84篇的第10节到12节，诗人伫遐个别安尼讲，伊的结论讲：伫你的行点一日，较赢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毋愿意点伫邪恶人的厝内，因为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公平，伊毋捌留一项好物，无互正直的人。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第12节讲啥？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诚做基督徒，咱一生因为信靠上帝，咱学习用敬虔谦卑的关系甲上帝建立的人，咱真正有福气。因为咱既然伫耶稣基督，咱会学习咱的性命时刻甲上帝同在。咱通过甲上帝同在，更加确信领受顺服上帝的旨意。咱嘛更加会当伫谦卑信靠上帝中间，活出一个诚实、正直、喜乐、阁有平安的性命见证。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诗人伫最后诗篇84篇12节，就是伫遐真欢喜伫遐告别。当咱咧看到世界的价值观，甲咱完全无共的时阵，咱咧面对侪多元的挑战的困境的中间，咱就要更较清楚怎样信靠上帝，而且是用一款的敬虔、谦卑、顺服的态度来信靠上帝。那安尼，咱就有可能活出一个诚实、正直、平安、阁喜乐的性命。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今日我特别找一本册来甲咱做分享。这本册叫做《天龙鸟的故事》，天堂鸟的故事。这本册是1992年1月出版的册，伊特别的孝念施俊德兄弟的一个纪念文集。这个纪念文集是特别咧提起1991年5月初8，当时伫台北大专参与真久长的一个施俊德兄弟，伊已经大法律系毕业，然后伊伫即个军中咧做宪兵。1991年5月初8早起8点，伊伫迄个门口咧指挥交通的时阵，即个交通车对伊边仔过的时阵，无听指挥的人，结果甲伊夹伫迄个车，甲即个壁栏勒过去。因为安尼，施俊德兄弟的一个胸坎甲腹肚受真大的伤害，流真侪血。军队营部赶紧将伊送来三军总院，就是伫咱的即个总会无偌远的迄个汀州路迄个三军总医院，送去遐甲急救，结果发现非常严重，救袂倒来。虽然想办法8-9千的血要甲救，嘛无法度将伊宝贵的性命救倒来。迄天，阮拄嘛伫学生中心，当这代志咧发生的时阵，部队马上联络因的亲人，但是施俊德兄弟伫因兜是伊的查甫囝，顶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对细汉伫厝里是真友好、真乖的查甫囝，查甫囝。
伊来到大学的时代，原来读台大心灵系，后来转法律系。伊参加台大师大中青团结，佮参加当时台北大专有一个叫做法律人团结。即大学系读大学的法律系，即兄弟姊妹，为着要关心遐无法度对着法律帮战的人，因特别成立即个团结，伫礼拜日的下晡，伫遐来开放时间，来关心协助做法律的咨询，来协助需要的人。孙德兄弟佮参加济南教会青年团结圣歌队，佮担任少年团结的辅导。喺4-5年的中间，是孙德兄弟伊的一生上重要，对着人生的看法、价值观、伊的感情、对社会、对国家、对乡土的疼，拢是因为伫大专的时代。伫大专的团结，甲伫教会青年团结中间，受真好的培养造就。伊互人感受到的是，伊疼别人赢过疼家己。所以真侪人伫即本纪念册的中间咧讲，伊亲像是上帝派来的一个疼爱的天使啊。当时大专学生中心伫分河街有一个叫做云和学社，是专门做女学生咧住。即女学生若发现有走出来有鸟鼠甲家蛇，因敲电话给施俊泽，俊泽就骑伊的脚踏车去到分河学社，帮因甲鸟鼠甲家蛇掠清楚，处理后以后，伊才安心回去伊家己的所在。因的同学伫遐咧回想，因班上同学有人要去国家音乐厅看音乐剧，但是无时间去排队。伊竟然志愿讲，我替你去排队买票，互恁去听音乐会。因为亲爱兄弟姊妹，伊伫圣歌队中间是最后一个离开，将所有铺、旗袍、佮电话禁完以后，伊才甘心离开教会。看到姊妹家己一个要转去，伊会用伊的脚踏车陪伊，还是载伊转去到因兜了，伊才转去家己住的所在。各位亲爱兄弟，当俊德兄弟伫大专接触到环保的事工，伊就开始每工伫家己的册包内底放环保的餐具。伊毋通家己安尼要求家己，碰着阮嘛拢甲阮问：正哥，你敢有找你的环保餐具？伊对伫乡土的疼，对伫台湾社会人民的关心，是通过信用的中间，伫遐伊经验性命的福气。伊是对中华南台湾教会出身的青年，总是伫大专的时代，伫咱的北区的大专，甲伫济南教会受真好的造就，而且搁较真做一个上帝所看重、真正疼别人赢过家己的一个兄弟。总是26岁，上帝接伊转去，无人有法度伫迄个时阵接受。为怎样？上帝你的旨意是安尼。5月17下晡，1991年5月17下晡，伫济南教会举行时阵的兄弟的告别礼拜。伊讲告别礼拜参加的人有500多人，礼拜堂内底坐满满，礼拜堂外口还有100-200人徛伫遐参加一个告别礼拜。无论是伊部队中间的这同事，无论是学校的老师同学，无论是教会兄弟姊妹，大家人咧回顾伊的，就是怎样伫伊的一生内底，伊时常是疼别人赢过疼家己。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告别礼拜的时阵，洪树公牧师用一个题目讲耶稣哭。洪树公牧师正面正道，伊家己哪讲哪流目屎，伊嘛讲耶稣这个时阵伫遮，耶稣嘛在哭。各位亲爱兄弟，为什么？伫人生的中间，当咱咧面对这事实的时阵，咱安怎去经验？信靠上帝，虽然面对艰难困阻，甚至死实，犹原要去经验见证上帝的疼。
后来伊的亲人伫遐告别讲，时阵对兄弟要安休前1个月，伊捌伫遐分享讲，若是我的过程对别人有帮助，我要分享我的过程；若是我的结果对别人有帮助，我要分享我的结果。伊的姐姐甲伊的爸爸伫遐告别讲，阮毋知，这个是过程还是结论，当时阮的告别。享受生命的是上帝，收回生命的嘛是上帝。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7、8个月以后，因的亲人出版一本册，来见证时阵对兄弟的一生甲伊的生命，怎样咧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咧分享生命的福气，毋是家己得到，搁较重要。通过伊家己逐日的生命。甲人接触的过程，伊的行动，伊的自我要求，伊甲别人的关系，伫迄个中间咧见证上帝生命福气，怎样伫伊的心上提醒伊、鼓励伊、引带伊、造就伊，互伊搁较通过伊的生命，成做别人生命的福气。各位亲爱兄弟姊妹，一本《天堂鸟的故事》就是咧见证。北区大专事工，时阵对兄弟一本册的见证，嘛是咧见证大专事工怎样咧改变生命、陪伴生命，互因伫一生的中间，搁较确信基督带来的福气，无停伫我的心上，要继续成做别人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兄弟，后来得到赔偿金260万，因的厝里的人甲伊成立一个财团法人。中华县施俊德的纪念文教基金，这个文教基金到现在为止，拢咧每年发奖学金，或者大学法律系还是法律研究所学生。去年2004年有发9位学生1位5万块的奖学金，所以伊施俊德兄弟通过伊的生命，通过伊所留下的精神。通过伊所带来生命的福气，继续咧对人讲话，继续咧见证，咱怎样搁较确信生命的福气，毋是干那家己得到，搁较重要，伊要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感谢咱双连教会蔡正道牧师，伊是早前台南大专真主启蒙大专工作者。后来伫台南福强教会牧会，到尾啊，咱双连教会邀请伊来到双连教会担任咱的主任牧师。伊长期伫大专事工的参与是真好的经验，嘛伫迄个中间常常咧鼓励。伫大专事工内面，工作者通过甲学生做伙陪伴，彼此信仰的操碎过程的中间，常常伫遐得到鼓励甲帮助。伫咱双连教会嘛有真侪遮大专培养出来，或者见证者。包括比如讲，咱的罗文荣长老、赖云亮，包括咱的苏某仁长老，包括咱的卢公新长老，包括咱的宜勋干事，伊是读树林、读党务的时阵，伫树林中心团契我甲辅导的，伊是真杰出的青年。伊毕业了，第期间伫马街平社工社尾下，就是来伫咱教会做干事到即马。还有咱的即个。仁泽之士嘛是淡江的长青的秘器，咱看到遮尔多大专事工造就出来的遮个人，怎样咧用因的生命的福气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咱台湾基督教那个大专事工所根据圣经的根据，就是路加福音书2章52节。伊在圣经咧描写耶稣对12岁到30岁。伊的身体甲智慧哪增加，上帝甲人哪听伊？为什么会安尼？是因为耶稣的生命得到上帝甲伊结连的中间，伊生命的福气伫伊的心中日日咧造就伊、培养伊，搁互伊后来会当通过生命来成做别人的祝福甲愿望。原咱今仔日伫台北大专的即个。奉献主日、纪念主日的中间，咱为着学生中心的工作者，为着北区大专每一个团体，三个关心、带导、支持甲奉献。我个人过去伫
1886年到1993年7年，伫台北大专兼职工作者，迄个时阵就是拄咧经验时阵的兄弟的即个过程，嘛对遐过程得到真大鼓励、帮助甲学习。时代咧改变，总是上帝的疼，上帝怎样咧帮助咱的性命？伫无共款的时代，面对更较多元的变化甲挑战的内面，咱时时刻刻确信，咱得到甲耶稣基督同在迄个性命福气，咱嘛愿意分享这个性命福气，正做别人的祝福甲毋茫小咱伫回应的圣诗吟619首的时阵，咱嘛会当更较做伙看见上帝光怎样引导咱勇敢向前。礼拜要结束，咱吟307首的比调讲：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服侍人类路途，互我学你有力担当，一切就无艰难困苦。确实，大专事工就是咧造就每一个基督的精兵，一生归荣光于你二个正人，请咱三个同心来感谢。至亲爱上帝，感谢你，搁一遍通过你的话鼓励阮、提醒阮、帮助阮，互阮确信，阮怎样倚靠、信靠你，得到性命福气。感谢你通过每一个时代，侪信仰的前辈，以及信仰的见证者，通过因性命的经历，通过性命所面对的挑战、困难甲目屎，常常咧提醒阮，性命的福气是怎样通过阮来带到你侪搁较需要的人。愿意祝福阮双联教会，阮的事工，阮所做一切，也是亲像耶稣基督同款，来分享性命的福气，也祝福台北大专。以及北区或者大专或者受造就的校园内面，老师甲学生，拢时时刻刻会当成做性命福气的分享者，来将一切归荣光于你，利益万民。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